伫聚会进前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是年度相亲的主日，感谢着相亲团契兄弟同心来侍奉主日崇拜，愿上帝祝福相亲的兄弟身心灵健壮，稳上加稳，力上加力。第二，今仔日廖牧师前往着高雄圣教会来正道，请为着牧师的侍奉及出入平安大道。第三，恭喜彭尚武、赖妙君夫妇伫10月30日蒙主享事一如愿，母女平安。愿上帝祝福囡仔伫主听甲真理中来成长。第四，12月12日就是后礼拜日，将要举行年度执事的改选。候选的名单已经刊载伫报告栏请各位兄弟姊妹守望大道，求主兴起同工，同心侍奉主的教会。第五，11月12日就是后礼拜日下午3点，伫乌来圣教会要来举行南部教区秋季的大会，敬请着兄弟同心为着南部教区各项事工来守望祈祷。第六，11月17日就是拜五暗时7点，伫民族路长老教会要来举行敬拜伫府城特别的聚会，敬仰兄弟一同来参加。当日城市祭坛将以往参加这个聚会。第七，11月25日礼拜六暗时7点至9点半，学青团契将伫教会一路要来举办的青年敬拜之夜。欢迎兄弟一同来参加。今日补充报告，无即时咱要请敬拜儿团。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咱会知这个所在就是俄勒歌，来献上感谢个俄勒。咱知影，伊是咱的主，是咱的关台。咱在俄勒摇花伫上帝至圣所内面，来俄勒伊，以显灵力的强枪来上赞伊。阿门。来，同心起立来做吟唱。咱着同心，俄勒之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外口转来调起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咱着同心，俄勒之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生命万物。爱做的君王，你的万世之权无变。咱着同心，无了之权之上帝，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就存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着同心，无了之权主上帝。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外头转来调起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爱做咱的君王，全地方叫为拜伊。爱做咱的君王，伊的万世之权无变。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笑存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我爱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爱主咱的君王，伊的万世之权无变。着同心，阿乐之权主上帝，伊
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就主感谢。咱着吟诗，比心殿来学乐意，伊是咱的主上帝。咱同心开始来献上感谢。伫过去日子怎因带带领，阮清早伊原无开力来到上帝尽信所内面来敬拜阿乐伊。咱知影伊是配着上赞阿乐的主，咱同心开嘴献上感谢。亲爱阿爸爸，你是主，是我的关台，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你过去的带领，互阮遮这个所在把着你的之外，你用圣灵引带带领，所以我伫遮这个所在无惊吓，来到你的面前，要献上感谢个阿乐。我遮这个所在献上感恩的祭，伫你的面前，愿主你圣灵清早陪阮同行，直到永远。我的主，主的君王，龙中跪拜伊。我的主的君王，伊的权势只管无变。着同心，何乐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就主感谢。咱着吟诗，伫神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是咱的主上帝，是咱的主上帝。拍婆啊，掌声送。有人靠马，有人靠车，但是我要讲，我要一生一世我靠耶和华，因为伊是得胜的君王。因爱你，我要宣告。愿了的改变，因爱你，我要宣告你是我。因爱你，我要宣告，我靠你做的伴，是你因带我得胜。因爱你，我要宣告。我了的改变，你的爱里我要宣告你是我，你的爱里我要宣告，我看你做的伴，是你因带我得胜，我主耶稣得胜，我主耶稣。是靠主的爱的胜，靠主耶稣的胜，靠主耶稣的胜。唔通惊也失败，只在主着较大，是你因带我得胜，靠主耶稣的胜，耶稣的胜。靠主耶稣的胜，我的一生是靠主的爱的胜，靠主耶稣的胜，靠主耶稣的胜，唔通惊也失败，亲在主着较大，是你因带我得胜。伫地面架卡的日子，咱总是有一个哪吒搁惊吓，但是阮知影，你已经赢过了世界，所以我无再惊。阮也知影你是阮的光，既然跟对你的，就无伫黑暗中来行走。所以，阮伫遮这个所在，要靠主得胜，靠主搁得胜。
爱你，我袂选择，我忘了你改变。你爱你，我袂选择你是我。你爱你，我袂选择，我可以做伴。是你隐藏我的心。阿门。感谢主，你的圣灵清早来充满阮，因为阮知影只有你，只有你，我是阮一生最大的愿望。圣灵啊，充满阮；圣灵啊，大大的充满阮。心满了。
属主耶和华，阿免。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是哪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镜头。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真像我捌听你，恁若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阿免。咱这是要来启用，启用文，无真然不结用，谢谢。请坐。下面详情要来用一首歌来用肢体律动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天父恩典真正大，诗歌律动。
面前，伊拢会做我，咱着传销伊的有，伊力量有存，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掠较银线，好咱阮的拢无散，对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路为谁忍心，看天地拢总三甲欢喜。伊掠较银线，好咱阮的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路为谁忍心，看天地拢总三甲欢喜。看天地拢总三甲欢喜，看天地拢总三甲欢喜。感谢阮的乡亲是遮尔活泼，吼，刷落去呢，阮要过来演一出剧，吼，这是阮的第一届哦，处女座哦，吼，要来演《龙珠回头》。来，这么欢喜啊！感谢上帝，当时啊，上帝互咱咧正常咧头发，嘛正常咧来中台，感谢上帝听到。
你走路了。
结果推去啦，当穿啊水水啦，当领真水啦。我都做了咧。我上阮爸遐，请不几百个员工，要食要穿也免烦恼。想袂到，我这个面去见了，不是想要过气来死，但是却无咧勇气。主啊，我的主啊！得来呀，得来呀，唔通搁风是动。我子弟好叫我吗？我的爸，你叫我吗？我迄个，我逐工哪里哪咧五目，咧看我迄个宝贝仔囝咧。迄个毋是阮宝贝阿伟啊，阿伟啊，阿伟啊，我爸啦，阿伟啊，爸爸。哎呦，爸叫我哎呦，感冒啊，哎呦，你来啊我是嘛做小林嘞，我做小林做小林嘞，因为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好啦，我实在唔敢对咧。是啦，我只有想讲对，咱做你的长工，三顿饱就好啦。起来，主啊，起来，爸，起来，咱爬起来。起来啦，迄个阿文啊，来，迄个外套，新的爱开哦，迄个迄个手指嘿，摕来来讲换换哦，起来，互伊家己换换，来迄内洗换换吼。文啊，你甲厨房讲，迄个迄上贵的古仔囝哦。迄换囝哦，迄本身出来这嘛，抬几只来，这厝边隔壁顺发紧来来留咧一个阮囝咧转来阿君啊，喂，大少爷，咱厝内底哪会遮闹者？是啥物代志了？今仔日到恁小弟吼，伊是日搁伫4日搁活，安尼无灾无病吼，平平安安转来，老爷真欢喜吼，烦恼要抬我囝，要请我小弟哦。大家庆祝，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呢。阮小弟吼，去外口对无？甲你的钱拢安尼挥费了啊！即摆转来吼，我感觉讲你不但无甲骂呢，搁要请伊，讲吼我心内足袂欢喜咧。转来就好，这囝龙主回头真是，我干死去，搁活起来迄汉去搁捡着的，欢喜就爱欢喜。我你讲，我存遐尔济，这个山，迄牛遐尔济，牛遐尔济，恁食咧，我来4人食袂完啦。你着正小恁这个小弟伊安尼龙主回头龙主回头安尼真好爸爸真欢喜来，真欢喜，咱这个兄弟4个活，4个跟得着，咱就爱欢喜快乐，信靠耶稣，是咱一生最大的祝福。谢谢。咱熟悉的一个故事，但是透过阮乡亲，安尼会甲表达，上帝的疼实在是大，所以今仔日咱要过来一解思考上帝伊的话语是有怎样好，即个
吼，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爱传道，吼，爱听道，啊，搁爱安那信道，吼，这三个是有啥物款关系呢？咱先来看一张图，一张相片。来，这个是谁的囝？你敢知？啊，你又无啥会出来？因为这对翁仔某呢，是旧年搁今年两个翁仔某陆续受洗一个月前生这个囝，因就是迄个意象甲预显。这个细囝呢叫做宇飞，上帝所赏赐上帝所赏赐的囝。阮去甲探访的时阵，看到即张甲翕即张相片所以咱知影即个时代会当有宝贝囝足欢喜的代志所以即张拄好，我想着讲，今仔日咱要来思考一个人出世，伊要安怎会大汉？一开始伊爱靠啥？靠人呢？靠牛呢？所以呢，你伫即搭遮有看到爱甲安那饲呢？对无？所以呢，做月来的时阵，我听见即个妈妈讲，做妈妈足辛苦，规工拢咧饲呢，互一暝大一寸，饲好大大，最近佫听到咱的保元兄甲秀美姐因的后生祥宇，生啥？第二胎，当生咱看起来拢足欢喜的。你也无甲饲，伊敢会大汉？但是伊一开始，伊是要安怎互伊大汉？甲饲面包吗？毋是，因为伊还佫婴所以伊敢若会当安那食啥？食呢？所以你遮讲，咱自从认捌上帝，咱就是敢若安那一个咱的灵命的啥？会开始，属灵的生命会开始。所以迄阵呢，咱着爱食呢，爱食啥？灵呢？所以即句讲咱爱较无迄个灵呢，亲像迄婴安那，较无呢一般，叫恁着因此渐渐来长大，一直甲恁会当得救。所以伫遮咱有看见我要先分享两节的圣经节咱着爱较无上帝的话语较无上帝的话语咱离前一站有即个啥属灵的迄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3、4月迄阵是迄个一工看5章最近呢是一工读7章经过安尼了后有人讲我要搁继续长大，所以我知影有的小组因搁开始为创世纪，因为咱是为新约开始看，要为创世纪开始继续。今仔日已经进度甲创世纪41章你也要对的人较紧，一工5章为什么咱要读上帝的话呢？这因为甲咱今仔日的主题真有关系读上帝的话对咱的生命有益处。头拄仔讲，你会当甲咱安那饲大汉所以而且咱的营养，咱的身体生甲缘投搁水大汉，这对咱家己有益处但是毋若家己爱有益处咱嘛毋茫咱身边的人做伙甲咱安那做伙大汉做伙大汉有诶讲去采访迄个100岁讲足欢喜迄个后摆你食120对无？伊讲毋通啦，因为我诶身边拢安那一个拢已经离开我，已经无朋友所以呢，伊感觉足孤单而且咱
人活着，毋是家己好尔呢，咱就是毋望咱身边的人会当做伙，甲咱安那做伙长大，吼。所以伫即个以弗所书遮，吼，伊有讲着讲，如今呢，对咱来讲，远处的人是虾米人呢？吼，是虾米人？是检采咱拢会去远远的所在去宣告，像咱牧师佮过一站要去大陆，吼，可能检采嘛佮会去缅甸，吼，有的所在需要的，就会去远远的所在宣告。近近的所在是啥？近近的所在，吼，就是咱的啥？厝边隔壁，咱的亲人，咱的同事，离咱的职场，吼，这就是近处，吼。也是已经买死的羊，咱甲超吹转来，吼，这就是近处。所以离即大家讲，安尼咱甲福音传出去，要互人会当知影即个道理，吼，就爱有人安那传，吼，有人传，才会当安那听着。像我即摆咧讲，在座兄弟姊妹就会当听着，吼。听是要听啥呢？伊讲上重要，其实就是要听上帝的话啦。吼，你若要听其他的话，伫这社会拢会当听到。唯一就是来到上帝的圣殿中，尤其是礼拜日的时阵，会当听到搁较侪上帝的话语。但是咱毋是干那礼拜日来听道理，咱嘛是平常时有迄个机会通好听道理，要偌好呢？吼，所以。咱即马来看圣经，吼，今仔日的圣经，咱做伙来看，吼，即个，那个我们，周报，哈，周报哈，迄个来周报第4页，咱做伙来念一解，吼，这今仔日咱要来为家来思考一寡代志，吼，来，谢谢。好。来，咱为第2段做伙过来，吼。圣灵对腓力讲：“你去接近迄个车行。”腓力就走去太监遐尼去，听见伊咧念先知以赛亚书，便问伊讲：“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伊讲：“无人指教我，怎样明白呢？”对安尼，请腓力上车，甲伊同坐。伊所念的迄段经，讲伊像羊去互牵伫受害的所在，佮亲像羊羔伫监门的人手下无声。伊也是安尼无开口。伊卑微的时候，人无照着公义审判伊，是随诉说伊的世代，因为伊的性命是对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讲。请问先知讲这个话是咧指啥物人？是指伊家己吗？也是指着别人？腓力就开嘴讲，即个经上对伊传讲耶稣。2人正往前行到有水的所在，太监讲：“看啊，迄个有水，我受洗有啥物妨碍呢？”腓力就讲：“你若是一心相信，就会当。”伊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对安尼吩咐车停落来。腓力甲太监2个人就落水落去。腓力甲伊受洗，对水里起来，上帝的灵甲腓力提去了。太监也无阁看到伊，就欢欢喜喜咧行路。后来有人伫阿索多拄着腓力，伊行遍迄个所在，到达城宣告。好，所以伫遮
对即个事件吼，有3个主角。第一个主角就是啥？主的使者圣灵，吼。第二个主角就是腓力，伊是受选7个执事中间一个。所以咱会当看见讲，执事毋但管理教会，抑阁有传道的服侍。为今仔日的经节，咱会当看见吼。第三就是即个古实即个 IT 阿伯吼，拢总这3个。所以咱先来看，第一个圣灵咧引带吼，伊讲而且有圣灵安那吼来找即个腓力执事吼然后伊受着感动，讲要叫伊安那爱往南边去行。即个南边吼嘛有讲透中道的意思啊，吼，所以是真热的时阵，吼，而且南边吼要行去到倒位？加萨，吼，加萨最近真有名，吼，等下咱甲看地图，吼然后去加萨，迄搭遐拢是啥物？旷野的路，旷野的路，吼，就是啥？吼，落去到加萨，就是真远的所在，而且呢，迄个旷野是做打扫，毋是一个做舒适的所在。上帝互圣灵的感动，要爱咱去传的所在，检视就是大城市，也是有人讲，哎哟，迄个所在是硬土呢，吼，咱敢有讲咱来经啥物场所吼，遐较好传福音，咱就来遐，无啦，你甲看，即个腓力吼，上帝感动伊吼，伊拢无想遐遮济，伊就安那，就去啊，吼，就过啊。古实其实就是现今的埃及的所在，吼，伊是伫迄个非洲，吼，所以对安尼呢，即个福音就传去非洲的所在。咱看到即个地图，吼，离恁的上右边迄个就是耶路撒冷，吼，所以伊腓力伊就一直往南，有无？埃及，吼，上下骹遐加萨，吼，迄个加萨，吼，所以是行到遮远呢，吼，伫即搭遮吼，咱来看讲即个伊落去吼，现在讲圣灵咧引带呢，因为即段路落去吼，有上帝要爱拄着的人，迄个人是啥物人？吼，迄个人就是咱的第3个主角吼，埃提阿伯太监，专门咧管钱的，伊是因国家的啥财政部长。吼，遮尔有地位、遮尔有钱的人，伊讲安那，伊要去啥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啦，像咱今仔日安尼来做礼拜，吼，做礼拜了后呢，要转去，吼，然后又坐车，吼，坐车毋是坐迄种咱即卖的车，迄是马车，吼，坐伫马车顶，吼，咧读啥？以赛亚53章第7节甲第8节，所以而遮讲吼，咱咧看圣经吼，伊遮讲用啥？一个还未认捌主的人，伊用啥？伊领受着上帝的话，伊用念的，念就是吼朗诵啦，甲念出声，吼所以伊看到的经节是啥？就是即个以赛亚书吼第7章第8章，伊主要的意思就是讲。有一个会去互安那点掠去杀啊，吼所以伊为着咱的罪吼，去互鞭拍，去互钉十字架。即个 IT 阿兵吼，看到即个圣经吼，伊毋知影啥物意思，吼，伊毋知影啥物意思，吼，所以伊讲吼，无人去做礼拜了，转来，吼，无人甲伊讲啥。这圣经的意思是啥物货啦？我们哪会当清楚啊？吼，我们哪会当了解咧？吼，所以离即搭遮我要讲的就是讲，当咱拄着有人，伊对即个信仰无排斥，而且佫来咧问讲，
迄基督教是啥？你咧每一礼拜拢去迄教堂是咧创啥？当咱听到安尼，咱会采取啥物款的行动？还是伊来过一届了后，伊做好奇的讲，你拢看迄圣经，迄圣经去倒买啊？你要带伊去买吗？还是你要送伊？送伊了后，你着顾在伊啊？互伊家己自由发展。我送你圣经着真好啊！还是有人讲咱前一站教会咧推广迄个卖圣经，对无？有人着真正伊着来教会无偌久，伊着真正买圣经，买咧，免哪看？啥要去教伊看 ？IT 压迫，啥物人甲我讲？这圣经是啥物意思？所以离即搭遮腓力，伊做一件代志，伊讲安那，伊着甲讲解讲你读的即个以赛亚，其实咧讲的迄个人，着是啥？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啦。伊着做好奇的，所以爱讲主耶稣基督是啥物人啊？伊是安那咱而且其实即个以赛亚书伊是咧预言耶稣即个救恩要临到即个世界。所以用伊家己点点受掠，钉十字架死，然后埋葬落阴府，来到第3天搁活起来。所以传讲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讲啥？讲耶稣啦。福音好消息，你免做复杂的，就是干那甲讲耶稣，这是初步的开始。所以人咧讲，这就是一个啥好消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无死搁活，干那基督教有讲到耶稣死搁活。所以咱伫即个时阵，着爱随较紧准备，平常时着有准备。除了陪伊读圣经，讲圣经有啥物好？圣经对咱生活有啥物帮助？你着较紧3分钟的见证，随讲出来。3分钟的见证，你爱看你的对象。若无读册，你爱讲啥物见证？若是教授，你爱讲啥物见证？若是菜市仔的，咱爱讲啥物见证？生活的见证，上帝活伫咱的生活中，你着简单3分钟甲分享出来，袂使讲伤济哦，讲伤济伊无时间听哦。所以伫即个时阵，若陪伊读圣经，阁会当讲见证。过去我25当伫学校，一开始讲要甲学生传福音，着用迄套，人讲倒一套好，着用迄来介绍互学生。最后我所有体会，我拢免用倒一套，我着干那用圣经即本就好啊，直接陪伊读圣经。有一个学生捌3冬拢无休困，只要伊来学校读册，逐礼拜一届，就是干那陪伊读马太福音书，安尼第1学期是安尼，搁来继续，因为头起先我用主题啥物叫做祈祷啥物叫做敬拜啦，啥物货，听到无啥，规气直接安那。讲上帝话，因为上帝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话直接陪伴你的新朋友，伊的需要有上帝话进入内底。所以今仔日我就是要分享即种，咱要引带人，当然咱即马有学足侪方法，但是有一个，即个方法拢是啥？为着要互人认捌上帝。上帝他拄仔讲的。就是为啥？基督的话语啦，基督的话语。所以毋是甲人讲带来，就是来做礼拜。人带来，你爱阁陪伴伊，互伊明白牧师咧讲的是啥。圣经内面有啥物记载？至少你甲讲耶稣的故事，毋是你讲，是看圣经。
来甲伊三角分享。这是我心中今仔日咧准备的是一个足大的感动。所以检查你讲这甲相亲有啥物关系？但是这是我多年来心中的一个算一项真大的感动，就是若是有入捌心的人，咱着爱紧紧将上帝的话栽种伫伊的心内底，互伊家己超找上帝，上帝着会甲伊安那养起大汉，像他拄仔讲4年，伊着会大汉啦，所以伫即搭遮我小可要讲着讲即个菲力拄着 IT 压迫，伊是怎样靠近伊的？这圣经内面有讲哦，他拄仔你甲看伊，我甲伊的迄个动词标出来。伊讲伊一看到 IT 压迫，伊着啥？挖紧，我毋知你对人敢有兴趣，还是你永远拢是来做礼拜面对上帝，面对牧师，做礼拜煞了着转去啊，对你的身边的兄弟姊妹，对迄打来的新朋友，咱敢有想要安那加甲伊安那讲几句话？你今仔日面色看起来安那无啥好，另外一个咧，你讲我看你足欢喜的，到底啥物代志？伊讲阮后生找着头路啊，爱较紧活过去，有找迄个机会安那甲伊交谈，这是第一步。而且是要慢慢来吗？伊讲伊用啥？用走去的呢？是哪用走的？因为伊惊呐，伊坐马车咧，哎呀，所以较紧来走去，走去就是讲爱轻快啦，轻快，爱抓住机会，毋通有迄个机会咻一下就过去啊！你后一摆要搁拄着伊安那，检查无机会啊，来第三咧，甲伊伫遐讲话的时阵，你莫哭哭一直讲，咱着爱先安那听伊讲。伊为虾米要来即间教会呢？通常我会问讲，你连续已经来几届啊？为虾米你想要搁继续来呢？你来教堂，你有感觉到虾米货吗？然后，其实我这是已经第4个步骤啊。我抛我的问题出去，伊就安那，伊就会开始讲。伊开始讲的时，你就安那开始听，你爱认真听。咱咧传福音，毋是看到人就看就开始哭哭甲讲，来信耶稣来，来安怎先听伊讲，检查伊是安那，心情足郁卒的，已经伫5口行几啊届啊，勇敢入来啊，检查伊是找无朋友，检查伊身体无好，所以伊想讲，要入来。有一届我拜日咧带安静长候神，雄一个乌里桑入来啊，伊嘛要甲阮啥，伊就拢坐伫迄后壁遐，然后坐伫遐拢点点啊啦，坐伫迄搭遐，坐差不多伫要10分钟哦，因为我嘛无去甲交叉，因为我想讲我结束了如果伊也搁坐伫遐，结果将近10分钟了后，伊就安那，就离开啊。伊是要来教堂内面创啥？我就是无迄个机会啊。但是因为迄阵咧带聚会伊来遮是要得到啥？安静。我看迄个广告，我就会当知影。有人伊为虾米要来教会呢？要来教堂呢？伊毋是要来看恁即间足水的白宫，伊是要来安那找到伊心灵的厝。所以伊检查就是拢拄着代志啊。所以爱安静，所以而且咱就爱去听伊心中的心思意念，伊的问题，听咧了后你爱问问题呢，你讲若是安尼，你找到也去
去拜庙师，啊，迄个也去找迄个心理辅导，吼，啊，你著无行无步啊，吼，对无吼？啊，你今仔拄好来啊呐，来遮，我甲你讲，吼，阁有一个，吼，有一条路，吼，所以迄阵我拄着一个学生，伊吼，因兜吼代志一大堆啊，啊，迄个吼尾仔吼，我用辅导用疼心，吼，我是伊的导师，拢无效，逐礼拜周报写甲3-4张。毋是周报，周记啦，吼，周记，嘿，吼，啊，来甲批改甲吼，足侪红字吼，啊，拢问题也无解决啦。有一工呢，我甲招出来伫阮校一个古迹的大榕树下，我甲讲吼，我阁有1张王牌，还袂摕出来。伊讲啥物好，目睭金起来，嘿，我讲耶稣牌，伊拢笑出来，伊笑出来，好。伊的故事我无要阁继续讲，但是经过几啊冬了后，伊的问题拢解决，甚至有一天我伫新罗医院拄着伊，伊带因爸爸，伊甲我讲，我爸爸已经信主啊，因兜是爸母2个是野菜刀搁啥，搁德哥咧烧碗的家庭，吼，如今伊讲吼，已经是安尼啊，吼，所以迄阵了解伊的代志。了，我甲提出，吼，若是安尼，耶稣牌你买无？吼，啊，要安怎得到？吼，刷咧当然你着爱阁继续关心，继续讲，吼，所以其实我对伊对几啊冬，吼，到伊安定落来，吼，所以离即搭遮，咱看见人，咱着爱安怎，较紧挖紧，啊，咱教会诚好，有迄新人关怀。吼，新人关怀，咱是为虾米排同工呢？是因为惊互遮个朋友安那，吼，都无注意守一个就过去啊。所以有咱的新人同工咱固定4周要哪关心，吼。但是毋是家拢交互迄个新人关怀的同工。其实咱若看到，你感觉讲吼，伊甲你吼的年岁较接近，还是伊的工作甲你较共款，吼。其实你就会当安怎？吼，会当挖紧伊，吼，爱紧快哦！礼拜3毋通一直干那要找你，你的好兄弟，你的好姊妹，吼。当然，因为这咱抑阁有机会，所以咱爱把握着这来甲教会遮的新朋友，吼，然后爱听因的心声，然后呢，爱甲提问，就是要叫伊安那，要甲带来上帝的面前。吼，好，所以伫遮我要讲的吼，今仔日我要讲的2个例吼，拢是非洲的例，因为安那咱的圣经咧讲，迄个腓力传互埃提阿伯就是非洲的人，吼，所以福音就传去非洲，所以我今仔日用2个例，就是拢福音传去非洲。毋是圣经内面的，是受圣经感动，实际的行动。因拢欧洲人，即马第1个就是即个代笔李文斯顿，吼，李文斯顿吼，伊是英国人，吼，伊是第1个入去非洲宣教的宣教师，阁是医生。你也看咱台湾南部倒一位，袂使毋知哦。咱今仔会当坐伫遮，是因为有因遐的人啊甲福音传来，咱较有法度坐伫遮，吼上沙利马雅国，伊嘛是啥医生对无？吼，好，所以其实吼，医生的角色足重要，吼。那伊即个李文斯顿吼，伊伫遐吼，就是听见讲非洲的需要，所以伊要去遐用医疗宣教，吼。伊有讲，伊伫迄搭遐吼，去到遐有一个叫做库鲁曼，去拄着一个酋长，吼。迄个酋长伊讲吼，因为非洲的环境足无好，迄水足重要的，吼。
咱有宣教士去遐，所以咱知影遐情形，吼。就叫即个酋长甲伊做伙去啥？找水源，吼。然后因为甲伊做伙，所以伊就安那陪伊读圣经，吼。佮祈祷，要超侪水源，爱祈祷啊，吼。了后伊对即个酋长对伊了后，吼，最后感动吼，拢受洗成做一个基督徒，吼。伊活60岁啦，吼，比我较少年，吼。伊吼到尾仔有一个熟识伊诚好的朋友吼，咱听见咱会感觉足恐怖。伊讲吼，伊60岁过身的时，甲伊的心脏摕起来，戴伫一张树仔的下骹，吼，安尼是啥物意思？咱即摆有的人树葬、植葬，吼，伊的意思讲吼，伊的心留伫啥？非洲，用即种来表明。为什么当地非洲的原住民会安尼做？咱来看伊讲即句吼，咱做伙来读一下，好无？来，我的一生除了解救人的灵魂以外，无有第二个选择。我将全力向着即个目标，装备家己。伊的一生啦，有即种的人啦，咱一生毋来想要追求啥，但是，即个英国的李文斯顿伊讲伊一生迄个敢若有一个即个目标尔啦，嘛无第二个选择，我着对袂着，所以我无法度去非洲。好。伊讲不断，伊拢用，因为安尼，所以安那装备家己。等下我会讲，有人其实毋是一开始就做医生的，迄最后我较过来讲。好，咱搁回倒转来，咱的迄个IT 阿伯，当伊听到安尼了后，伊就伊讲一心相信，相信啥？耶稣就是上帝的囝，遮简单。你讲遮简单嘛？佮迄个相信就无简单，然后伊敢若毋是敢若相信尔呢？伊讲拄看到水安那，做伙落去，甲伊安那受洗，受洗了，伊讲伊是啥？欢欢喜喜啊！我捌听过伫咱教会嘛是来2-3冬。一个姊妹，伊讲我受洗以后，逐工拢安那，一直到今仔日，逐工心内拢足欢喜的。咱受洗足久啊，咱每一工的日子，敢有足欢喜，也是足济重担，所以离去大家，咱搁一届，应该咱的生活有上帝是欢欢喜喜，而且毋是家己欢欢喜喜，伊讲安那。要将即个啥，迄个要开始搁一直传，对无？所以伊讲伊搁继续将完全的带人完全安那得救，继续不断的传，所以伊传到倒位？来，即张伊倒来对无？即摆团搁安那，搁往上啊，往北部啊，迄个啥？最后去到该萨利亚，亚索都对无？中部迄搭遐，搁去哩，我即摆是讲即张图的中部啦，伊地点毋是以色列的中部，中站迄搭遐啦，搁继续团去哩，所以伊毋是干那受洗尔呢。伊是一个外邦人，歹势，腓立之书，伊拄着即个即个爱提阿伯了后，伊搁安那，搁继续搁活倒转来，继续搁甲即个福音安那，继续搁传落去，所以欢欢喜喜了后，就爱安那，就爱。伊就继续传，继续传所以即个循环就是啥？传讲，来咧，听着，来咧，相信，相信了咧，
搁轮回倒来，吼，不是，搁轮倒倒来，吼，搁开始你去传，吼，啊，互人听见，吼，啊，搁有人信，所以安尼上帝的国就临到啊，对无？吼，啊，吼，所以伫即搭遮，咱讲吼，爱用啥？吼，我爱传，吼，来咱做伙搁来念一解，咱着爱传用伊。用诸般的智慧劝解逐人，教导逐人，爱甲人带到基督，完完全全带到上帝的面前，吼，毋是带到礼拜堂，是爱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因带人陪伴人，爱陪伴呢，吼，毋是干那甲招伊来教会尔，爱陪伊啥？陪伊读圣经，陪伊来教会拄着足济伊毋知影的事，搁来爱鼓励伊，吼，劝解教导鼓励，吼，然后呢，互伊真正伫主的内底，伊就开始做一个会晓传福音的人，吼。所以咱最后吼要来看即个史怀哲。这大家足知，吼，史怀哲就是，伊是德国人，吼，德国人，伊足厉害，吼，遮尔巧、遮尔厉害的人，吼，竟然走去非洲，足无彩的对无？所以伊伫大学咧做教授的时阵，伊的朋友拢甲苦劝，吼，你遮尔优秀，你应该伫即来遮，吼，搁带搁较济学生，你毋通去非洲啦。但是呢，伊伫迄个离教会的时阵。看到一篇刚果宣教士宣告书，写着讲迄刚果吼，迄个破病无医生，吼伊足济迄个伊看起来无人会当去迄搭遐斗相共，所以伊讲我拢愿意为迄阵开始，已经30岁啊，甲去学医学啊，吼，伊讲吼，我那真硬斗。但是伊读了就是安那，随带因兜的人全家，他带迄个嘛是共款，全家拢过哦，吼即个就去到啥非洲，他带李文士顿是去南非，那即个史怀哲，史怀哲伊是去非洲的西海岸，叫做南巴伦，迄是拢第一站。有因的第一站，所以人来讲，你心中的南巴伦伫对，南巴伦就是你要传福音、宣告心中上帝感动，迄个所在也是迄个人是伫倒位？南巴伦，吼迄个史怀哲，吼，伊一生就是伫非洲52冬，伊活90岁，吼，那即个。伊迄阵1953年吼得诺贝尔和平奖，无简单哦，无怪人足厉害吼。记者甲采访哦，讲你感觉啥物是有意义的人生啊？咱活到即阵，咱感觉咱的意义伫倒位？吼，咱来看即个史怀哲，伊讲安那，足简单的3句话：有工作通好做，有对象通好爱，有希望通好想。工作。活较老啊，犹原爱工作，伊90岁呢，吼即个工作是啥？是你少年时阵咧趁钱，还是即马在咧拍拼的所在？伫上帝角度内面，咱工作是啥？吼，2项拢爱，咱要活咧爱有社会工作，但是伫上帝角度内面，咱嘛有工作呢。迄个工作是啥？吼，继续爱有工作做哦，毋是讲吼我退休啊，我着来纳凉，吼我捌伫长青最近较讲，纳凉佚佗游山玩水，嘛会算甲啥仙呢？吼，所以吼嘛是爱做一寡代志，吼，爱做一寡上帝国度的代志，有对象可爱，他拄咧讲的，你看到人，你会疼伊吗？你想要关心伊吗？是顾在伊去死啊！伊是伊，我是我，我活了好就好啊！吼，无
你看到伊，像我讲，看到迄个灵魂，真可爱，我着一定要甲伊啦，即个福音要送互伊，过来，伊讲爱有啥？有希望通好想，人活着，你着爱有一个啥好的啥愿望，上帝伊就是咱上远终极的愿望，伊是咱的标杆，所以伊讲伊要将即个永生互咱，永生毋是死去甲得到永生，是你活着着要亲像天堂共款的生活。所以咱爱逐工有即个即个愿望，通好想好。最后则咱这2节圣经章来勉励咱，咱做伙来读，有人问你心中的愿望的缘由是啥？你着爱上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别人。报传福音、传喜信的人，伊的脚趾是何等的所以毋茫咱大家人像他拄演剧的安尼，最后安那手牵手，信靠耶稣是我一生的最大的啥祝福，对，所以甲即个祝福传互即个所有你你的四周围的人，也是远处的遐个人所以阮即阵我要来小可讲一下阮相亲头拄仔讲阮就是要搁继续继续有工作通好做有上帝国度的工作通好做，阮要继续搁啥？阮其实相亲离咱的社区关怀足济，拢伫相亲内底搁有啥？迄个有愿望，所以我一直向前行。目前今年统计，阮50岁有4个人，60岁有啥？70岁16个人，80岁7个人，所以普遍几岁？60、70，有几个已经69啊，所以明年会跳去70啊。所以差不多拢伫即个年岁啦。所以我今仔日先要写这，就是阮需要50个。入摆阮内面较会安那，较有搁加活气啊，即个阮的80个，阮会当尊荣伊，好，所以里名单的点名差不多44个，但是平常时出席，咧稳定出席的差不多30个左右，所以我简单互咱看一下，讲阮相亲是拢咧创啥，即个是啥？阮平常时会请教会的传道牧师一季有3-4个传道者要来甲阮分享信息阮即马迄个单周单周是安那？主日的信息听咧，阮离进前讲阮会先安那读的过顿工听牧师讲，听扫的传道讲大家就安那印象真深所以阮单周即摆读圣经过来阮会有一寡讲座医学讲座啦也是专题啊遮一场拄啊好是咱红五节的后生来讲健康的一个刚好又从迄个来讲医学过来呢咱有足大的赞美操团队搁阮中间若有人身体欠安尼阮会出去啥个探访搁有阮连结 YMCA 的师资来甲阮教啥手作这就是作品搁另外一个搁引导的迄个咱牧师的小弟啦以诺来教阮啥？即个是咧做啥？草莓果酱啦搁有做迄荔枝酒啦最近荔枝酒开起来食讲足好食的好来搁阮后礼拜就要去一日游啦阮半年一次一日游
过来吼，教区的活动我嘛会参加，吼，毋是干咱教会尔，咱个教区吼，咱嘛有参加3日游，吼，搁有咱的同工的训练，吼，所以这就是去玛雅各，这拄好咱教会的秀慈节，伊要搁有一场的演讲，伫迄个拿西亚小组有要邀请来，吼，咱会当搁听，吼，阮第一个上幸福的啦，伊讲阮是建本啦，吼，所以带阮长青，吼，同工去演习，过来呢，吼，阮有头拄像恁看音乐律动，吼，迄届吼，搁甲阮做啥？一日明星计划，搁甲阮做报纸，吼，嘿，伊个最近吼，讲22号吼，中华的 YMCA 吼，搁要来参观咱的创林，吼。所以基本员吼一半拢咱申请的哦，吼好，这是旧年的迄个圣诞节，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用福音茶会，吼年终吼最后一天，我哋安那聚餐，吼这就是拜托咱的中间兄，今年嘛是要搁拜托伊啦，吼因为咱教会这无适合，所以拢去借活动中心，吼。这是逐组安尼吼，最后迄个等下，因为阮今仔日要2场吼，所以等下爱拜托春红哥啊是安怎哦，迄竹棚咖啡啦吼，今天宵夜啊，可见阮的长青嘿，没电了是因为没电啦无就是继续营业。竹棚咖啡是咱大家人休息的所在，以及邀请咱的新朋友。最近搁赶一支视日剧，迄个就是顶届当长青的童工研习去遐手作出来，真有意义。迄英文字拢有意思哦，迄个意思即马我抑搁咧做制作中，到时会打起哩，有啥物人做遐签名搁迄落迄好，好，那这是我李记大家即个甲阮乡亲所以邀请你今仔日有听见50岁就已经会使安那入啊，因为咱周间有足侪聚会，你若时间无冲突，你就会当来参加，毋过你若20岁要来参加，歹势，无法度。阮欢迎50岁以上的，好今仔日是大家就是毋望咱会活络，咱的即个爱将咱所领受的道，上帝的话。爱来传出去，即时阵咱来做伙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你讲，阮听道，阮毋是单单听道，阮着爱行出来。阮也相信，自阮相信你迄一天到如今，阮已经听过足济啊。但是上帝，你的圣灵伫阮的心中，一直咧甲阮讲，着爱行出来。阮即个活命，才是真实的。阮毋是永远停留伫用听的，阮乃是着爱传，阮乃是着爱将即个福音传出去，一个好礼物、好消息，爱报传互众人来迎接上帝你的国度的临到。愿主你。圣灵上感动阮的心，互阮对答以后，愿意倾读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分享互阮的朋友，互遐个需要的人。愿安尼祈祷感谢，奉主圣之名，阿免。即时咱来奉献，敢有新朋友？好，来，安尼咱来奉献，好，咱奉献即个准备咱手摕落去，毋是干那金钱，是我的心，我的一生。
献予上帝，请咱起立。主上帝，伊管理我生命万味的主宰，咱着爱靠等来靠为主上帝，伊是管我主张的，为主咱的君王，全地荣耀归拜伊，为主咱的主王，你的关系。无边，咱着同心学乐只管主上帝，利用主为款待世间，咱手出感谢。咱着饮食点心点的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着同心学乐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味的主宰。主的面，伊是掌管有救的，为主咱的君王，全地荣耀归拜伊，为主咱的君王，伊的关系真远无边，咱着同心学乐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传代世间。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亲爱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一生会当领受到你的福音。主，阮孝顺你的恩典，真正是够也阮用。而且阁是丰富济济，愿无荒废阮的一生，白白领受上帝你的疼。愿你即搭遮将阮心也完全献予你，将阮的金钱也献予上帝你圣工的路用。阮更加愿意献上阮的手、阮的脚、阮的喙，来予主你路用。愿主你圣灵甲阮三角之地，主耶稣是阮感谢你，互阮的一切真是丰盛。愿献上一切的感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甲恁众人同在。阿门。好，咱来甲边仔讲平安，咱爱继续传福音。